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耶利米书36章11节到26节，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改变。今天是大年除夕，在此先恭祝弟兄姐妹新年快乐。这几天呢，每日读经的经文牧师就不录制了哈，我只录制了简短的信息分享，也请兄姐有空的话自己来阅读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一个概念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，而改变的力量不是来自自己，而是基督复活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需要被改变，借着圣灵的能力。然而约雅敬并不领受上帝的话语，生命不愿意被改变。不但如此，还命令烧毁耶利米的教导的话，那个书卷。这记载在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36章11节到26节。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其实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是必要的。因此保罗不但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提到了刚刚牧师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那个新造的人的教导，他更进一步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2节，就今天的经文，他先从他们在马其顿宣教的困境开始说，那得到了上帝的鼓励。保罗提到了他曾经写给哥林多劝勉的上一封信，使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呢心里难过忧闷。他更进一步的说，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提醒，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，使他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。真的是求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在农历年的新年的开始，愿意让上帝的灵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领受上帝的赐福。求主赐福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